Hello，大家好，朱春路。11國慶黃金週過後賭收打回原形，冇嘢嘅，其實係回復翻正常水平咁解嘅啫。花旗最近發表研究報告，話據行業資料顯示，澳門10月頭19日嘅賭收可能達到大約148.5億，意味住過去2個星期10月6號至19號嘅日均賭收大約係6.68億。相當高嘅。貴賓廳嘅業務按月增長大約3%至6%，中場賭收按月增長大約3%至3%啦。而貴賓廳嘅贏率高於正常水平，贏率高嗰啲賭場即係賺錢會比較多啲咯。貴賓廳業務增長勁呢個都係正常嘅。啲土豪都係中意大時大節，國慶夠高興啊嘛，咁梗係落嚟澳門玩兩手啦，賀一賀係嘛？花旗就預期演唱會繼續會為澳門帶嚟人流嘅。最近呢一排銀河又好，金沙威尼斯嗰邊都搞好多演唱會所以10月份人流比較多，肯定支持總賭收增長嘅。而為咗反映最新嘅賭收趨勢，佢哋將10月賭收預測由220億輕微上調至225億。加5億咁都要出個報告其實最初佢哋估230億，跟住後尾啲賭收又好似冇乜力佢又調到220億，而家又調翻上去225億，即係話餘下即係今個月餘下時間嘅日均賭收大約6.38億。而中金公司亦發表報告維持25年澳門賭收預測，同時上調26年明年嘅預測。預計今年、明年2年賭收分別按年增長9%同5%，會恢復到19年即疫情前嘅84%。賭收好當然意味住賺得多，政府賺得多啦，呢個一定係㗎啦。因為佢嘅賭稅唔理你博企嘅成本點樣總之你殺數一殺翻嚟抽翻嚟大約40%左右啦，剩低嗰啲博企自己搞掂啦。至於博企賺唔賺錢就要睇下你自己個賭場貴賓廳中場個贏率高唔高啦，同埋你自己本身控制個成本好唔好等等好多因素決定咗個 EBITDA 或者你個純利嘅。好，呢一集就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